美国媒体蓝载网站曝光了百万警察数据库，揭开中共在东突厥三触目惊心、无处不在的监控的细节。通过监视获得的数据库似乎由乌鲁木齐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局维护和使用，还包含来自国家互联网安全和保护局单位的文件。数据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收集来自社区稳定会议的大量会议记录。警察辅助人员或由公民警察讨论了他们所在地区1周前发生的事情，还包含各种相关档案，概述了治安和情报优先事项以及情报摘要、检查的当地设施、探视被拘留者的家人以及社区可疑人员的最新信息。警察文件中用严厉和挑衅性的措辞来描述反维吾尔人和伊斯兰教习俗的运动。关于外部影响或其他各种有害影响的妄想症的词汇反复出现。土耳其新成立的未来党主席、前总理阿赫迈德·达乌提欧鲁走访慰问土耳其肯尼亚维吾尔社区。据报道，达乌提欧鲁于1月28日会见维吾尔社区代表，并听取了他们的要求。他表示，未来党一直关注和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将继续这样做。他还提醒自己，在担任外交部期间曾2次访问东突厥斯坦。他说：“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撰写突厥语大词典的马赫穆迪·喀什噶尔的子孙。我们不会忘记，喀什、吐鲁番、和田和乌鲁木齐都是我们的故乡。可能有些人今天忘记了这一点。今天有些人为了微妙的经济利益而对东突厥斯坦犯下的非人道罪行保持沉默，但是你很了解我，东突厥斯坦始终在我的心中。”台湾空军1月31日发布消息指，解放军5架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据悉，一架美军侦察机当天也现踪台周边空域。这也是自去年9月以来，台湾国防部首次公布美机动态。据台湾国防部即时军事动态消息专栏显示，周日稍早有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对此，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此外，同时也有一架美军侦察机现踪周边空域，也是台军方首度针对美机行踪进行披露，但未公布路径。台军方23日曾发布消息指，解放军13架战斗机当天进入了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纪录。在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世卫组织考察团周日参观了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和白沙洲市场。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团专家于周日前往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考察。1年多前最早报告的新冠肺炎疫情都与该市场有关。在国内和国外，中国面临在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传播初期刻意隐瞒的指责。而这次世卫专家的考察之行也是以疫情为由多次推迟。世卫组织在之前就已经淡化了外界对找到新冠病毒源头的期望。参观过程并未公开，因为媒体人员被禁止进入市场，考察团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结束之前，将小米等9家中国企业列入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黑名单中。小米集团表示，相关决定存在程序不公与事实认定错误，已在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周日表示，已经于美国时间1月29日在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和美国财政部。小米公司的诉讼公告还指出，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将小米公司列入中国军方公司的决定存在程序不公与事实认定错误，要求法院宣告该决定违法并撤销这一决定。1月中旬，在特朗普政府任期临近结束时，华盛顿将9家公司新增到国防部判定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名单中。
这些被加入黑名单的企业将受到新美国投资禁令约束。